谢全五哥家族及电视机前的现场来宾、观众们，还有文香姐姐，大家晚上好，谢谢。深夜，停在你心安啜饮失眠的湖水，不哭想你习惯不睡，为躲开寂寞的狩猎。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，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似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，你又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，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。我除了你，我除了痛，我没有后悔，我已哭，全世界为我落泪，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，我闭上双眼，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愿承认缘分一场似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，你又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，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。我除了你，我除了痛，我没有后悔，我已哭，全世界为我落泪，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，我闭上双眼，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除了你，我除了痛，我没有后悔，我已哭，全世界为我落泪，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，我闭上双眼，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谢谢。好听的歌曲《美梦成真》，佩瑜姐，好听，好听，谢谢，真的。然后人又漂亮，你叫姐哦？谢谢。当然是啊，她一开嘛知道大我20岁。我的毛。谢谢。佩瑜姐，你安尼做过分的，你讲打落去了，你安尼。来，谢谢。您今晚当印证啊，我都要讲的哦。是啊，五哥今天的女生，他们的家族今天的女生每一个都是盛装参加，对对，真的是漂亮，除了她穿牛仔裤以外，讲第二次啊，那个对吧？她不想洗裤子啊，因为比较有查甫人的味的对吧？来，听说你们都有在做公益哈？是的，公益会不会跟上班时间？不会，不会啦。
弄拜了，一般都是以假日为主吧。假日所以就很棒啊哈，可以去付出爱心，然后用自己的那个专长，然后为社会出一点力量。一些好朋友听，对呀，像有可能去育幼院啊、养老院啊、长辈们啊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活动。对啊，让整个社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暖，非常的温暖。好，来欢迎你们常来。你的朋友有在看电视吗？我们跟全国的朋友问好，来。全国的观众，大家晚上好，很开心哈。今天又第5次来天良了，真的开心，谢谢。1个月才1次哦，来5个月，很珍惜在这个全国的面前露脸的机会。我们祝你玩得愉快，谢谢你哦，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去来搞跑一下过来。来，谢谢佩瑜姐姐来，请回座休息，谢谢你，慢慢走，慢慢走哈。